后来继续来看 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球员吴桂颖，今年才25岁，涉嫌拍假球，拍一场的计数是高达30万到50万，妨用诈欺甲跋筊罪来侦办，即摆是以25万来交保。昨暗，中华民国篮球协会开会来决议。 注销掉吴桂颖球员的注册，各联盟永远袂当搁甲录用，而且甲赶出掉篮球界。即摆有知情的人士来透露，讲其实吴桂颖一直以来拢咧签脚，甚至有咧做抓头。 承认打假球吗？牵涉到假球案，球员吴桂颖行出地检，表情正点当。在朋友的陪同之下，坐客停车来离开。经过2点钟的问话，以25万交保，而且限制伊大所在。刚这个时间，中华篮球协会嘛伫体育署决定下动手。涉及赌博或是假球的人士，我们会禁止他们进入场馆。那甚至篮协现在会研议说。 将来这种赌博或假球的人士，我们不让他以后担任教练、裁判，甚至球员经纪人。好，那希望这样整个杜绝，不让这样的不良影响外溢。篮球协会通知吴桂颖到现场说明，不过伊人无够。篮球协会注销伊的球员注册，而且篮球协会所属的3个球队嘛，永远无要甲录用。吴桂颖涉嫌拍假球风波继续炭烧。 知情人士就透露，吴桂颖签脚，业界人拢知影。在主投的这个圈子里面，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并不陌生啊。人要从就是现在在讲的嘛，他为何要配合打假球？那就是可能外面有钱人家在嘛。黄志基讲，是不是因为债务来拍假球？嘛有网友透露，讲吴桂颖伫球队时都咧跋筊，球队搁到3工立叫嚣，这个靠伫薪水内底，球团大家拢嘛知影伊爱跋筊。 那吴桂颖的 Instagram 顶管有一篇文章，顶管甲他拍3个表情，分别是奖杯、看到钱的变点，也有一双鸡腿目睭。和网友口说讲，是不是早有暗示？你自称地下总经理是不是？吴桂颖今年才25岁，球员的好前程，如今却因为牵涉到拍假球转乌有去，那互球迷失望，嘛互球团的人拢真着惊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